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海军舰队染病官兵，今仔日又加一个，即摆有28个官兵为着新冠病毒。昨暝国防部开记者会，向国人来道歉，嘛来公布着第一波处罚的名单。国防部长严德发、海军司令刘志斌是家己请求处分。那海军舰队指挥部的指挥官高嘉斌、敦睦军舰的支队长陈道辉是调职来处分。国民党的立委批评国防部根本就是弃机保税，无想要牵连到三军统帅蔡总统。民进党的立委是要求应该甲讲白惨、稳重病情的人甲推出来。鞠躬表达我们最深的歉意。因为拍摄军舰的疫情，国防部长严德发带官员甲个人会失礼。头一波处罚的名单已经出来啊，部长严德发甲海军司令刘志斌甲蔡总统自请处分。敦睦舰队支队长陈道辉、舰指部的指挥官高嘉斌调离现职接受调查。立委感觉安尼阁无够，有点在去机保帅了。自行处分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这把火不要烧到蔡总统啊。国军子弟染疫，本土防疫破口，身为三军统帅，责无旁贷。总统蔡文昨暝伫面册顶面写讲，国军防疫甲疫调的工作要用上悬的标准赶紧进行，伫当前大海情势之下。绝对袂使因为本案影响国军日常的战力整备、甲国家安全的医护任务，勇敢面对才是国军的本性。疫情他们的说法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，跟蔡总统所说的就是坦诚面对、彻底检讨，不要有任何的隐匿。连民进党立委嘛怀疑，严德发伫今日9日反映备询，被问到敢是设防火墙保护蔡总统，部长嘛提出说明。没有，当然我们也会跟府里面来做报告府里面也给我们做一些指导。磐石舰染疫的状况，我们必须很多地方要就教，要请教 CDC 他们专家的意见。头一波处罚的名单公布了后，就要继续将国军为着病过程调查清楚，照到予国人一个交代。